你觉得如果你是亲民党的党主席宋楚瑜换位思考，你会高兴吗？我会找时间再跟他解释。你从宣布组长到现在，你都没有见到他，你什么时间才能去解释啊？有啦，有些事他们会去。你有跟他联系吗？有啊。你有说要去见他吗？有啊。那他说要见你吗？没有啊。这就是问题嘛。林国成退党会不会又被算在你头上？啊，怎么办？他有跟你讲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在录好，不好意思，要开演，不好意思。你觉得一直指导你、帮助你的亲民党党主席，你也把他当成老师、政坛前辈，那他也在这个市议会让亲民党团持续的支持你。现在对亲民党、对宋楚瑜来说，是不是也叫做养虎遗患？没有，我们是延揽亲民党的人来当官嘛。啊，然后呢，亲民党的人可能预备拿去做民众党的不分区立法委员，所以亲民党在议会就消失了，对不对？通通变身为台湾民众党，所以你就像这个吸星大法一样，把人家内功都吸到你身上去了。没有啦，没有那么严重啦。很严重啊！亲民党在市议会已经消失了，走入历史了，还不严重吗？你觉得如果你是亲民党的党主席宋楚瑜换位思考，你会高兴吗？我会找时间再跟他解释。你从宣布组长到现在，你都没有见到他，你什么时间才能去解释啊？有啦，有些事他们会去。你有跟他联系吗？有啊。你有说要去见他吗？有啊。那他说要见你吗？没有啊。这就是问题嘛！你是装傻。没有傻。你智商157的人想不出这个道理吗？人家就不见你嘛。那这个要时间解释啊，这实在是我这个。所以他不听你的解释嘛。那不会啦，现在我看他很生气啊，尤其我看哈，我们林国成先生在这边呢哈，我也不好意思多说。我是看到这个亲民党的秘书长说林国成先生要加入民众党，他们并不知道。所以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情也欠亲民党一个礼数呢？这应该是你要去跟老宋、跟宋主席先讲嘛。我根本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什么？你不知道林国成要加入台湾民众党？不是啊，他退党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我是看到简讯，我怎么以为是？所以这个责任不在你。不是啊，不是说责任不在我。你们一定有给他某种承诺或暗示嘛，否则他不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嘛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真的这样做哈，你不但对不起民进党，你也对不起亲民党。啊，这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政治人物，在政坛是没有办法得到别人的尊敬跟有朋友的。以后谁敢跟你打交道？这很冤枉啊，实在是，唉。